头前这台车因为红灯准备要动点，向后壁有车撞落。第二台这个白色车呢，前到路中另外一个角度，会使看到，互人撞到这台白色车去冲到人的顶仔骹，有够大声，大家拢惊到。速度足紧，动的迄个嘣就落去啊！有人提供监视器画面，深色的车速度真紧，佮敢若有出烟，佮继续驶，所来就发生车祸案。从那边出了事情之后，然后到了这边要继续，好像完全没刹车就撞击。驶车是一个85岁姓李的老先生，伊沿着滨龙市建国路直行，伫建兴路口先甲一台车收弄了，煞来去弄到变电箱啊，佮继续驶。伫另外一个路口，佮弄到其他的车，总共有弄到4台车，4个人受伤。波及停等红灯之3部自小客车，其中一辆再撞击待转去之电动自行车，造成4人轻伤。另外一件车祸地点伫高雄南仔坑南阳绿桥，71岁这个负责人驶一台发财的车，可能是因为对伤晚去弄到头前这台发财的车，佮共前去弄公车的车尾，意思讲，中这台发财的车驾驶因为伤势伤重，急救嘛无效。因为注意前方和追撞，导致3部车追撞在一起。交通单位提醒讲，超过75岁的人汽机车的驾驶，每3年要重新换驾照，要通过体检甲认知测验，才会使换短期的这个驾照上路。主要就是要避免讲因为个人驾驶功能的退化引起的交通事故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